有400棟歷史的台南市南山公墓到底開發還是保留？隨着台南市政府核決文化景觀案以後，民政局公告5月底進前特別辦理市區遷總規劃，不少墓地嘛被打上刻骨通知單。不過由民間所組成的南山國家墓葬歷史生態園區促進會，堅決要求保存的立場不變。3月1號，分4路行入府城明帝時期4方代表性的宮廟，順古禮念素文，敬告天地，向神明申冤。同時，一家人最後組織天壇，共同訴請神明明察南山公墓面臨無適當的開發壓力，庇佑祖靈安息，守護歷史地景。要投資各地來到台灣的守廟、天壇、天公廟，咱俗語都講天公廟來稟報上帝，講市政府足濟對待南山公墓不公不義的情形。希望天公做主，來感動台南市各位官員，來當來順勢保留南山。促進會為了喚起府城人民認識南山公墓的重要性，袂當隨便犧牲這塊土地價值，需要因來到明帝時期的林家祖厝召開記者會。其中佇南山公墓的墓主家屬嘛認為權益受損，堅決要求保留的心聲。他本來已經被貼說要遷葬，可是我們並沒有因為被貼條子而影響到我們要保留它的用意，所以逐漸我們是對南山公墓的保留是有相當維護的決心。保存呢是咱台南市民的民主，也是咱台南市民呢要生死呢攏安住佇遮呢的一個基本的要求。安尼咱呢就來保存着這個南山公墓。律師陳志明坦言，過去對南山公墓議題，甲多數市民同款無啥了解，甚至連墓主後代嘛可能無清楚，所以只有提升為公共議題，借着公道來努力，啟動公民力量。南山公墓的保護運動，那因為走文化資產的這一條道路已經被堵塞了，那所以我們決定用這個訴求民意的方式，把這一個議題呢，請市民共同來決定，來討論，所以才推動了南山公墓保護的這個公投的這個運動。那我們從現在開始就會廣泛的去徵求市民聯署。促進會表示，民眾以後會當前往印地法律事務所、吉慶聯菜報章以及府城大街工作站等地點來聯署，而且要對地方性提升到推動國家級墓葬歷史生態園區的目標。台南新聞阮子採訪報道。